过年档动画片《驯龙高手3》，主角梅芽人气超旺，片商替新片做暖身，在信义区砸200万盖4D 绿幕体验屋，让粉丝骑着梅芽在天上飞。另外，动画《艾丽塔战斗天使》也在影厅内投影灯光秀。暌违5年，《驯龙高手3》强势回归，主角梅芽还多了女朋友，跟着小哥哥一起踏上冒险旅程。TVBS 记者，电影《驯龙高手3》即将在过年期间上映，片商特地在信义区打造一个像这样的体验屋，透过4D 绿幕体验，你也可以坐在主角梅芽的背上，一起翱翔天际。工作人员，来看这里，对，没错，没错，就这样，很好做。绿幕前吹着微风，靠想象力完成指定动作。现场有2台手机进行拍摄，经过上传合成，仿佛你就是驯龙高手的主角，不管大人小孩都觉得很新鲜。民众，我觉得那个龙做得很立体，就是要让自己感觉身在其中。民众，好玩，为什么好玩？因为有很多风，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凉快。片商砸200万打造体验屋暖身宣传，另外影城也有梅芽跟光煞的造型杯以及爆米花桶，都让粉丝爱不释手。民众，蛮不实用的啊，但是就会想收藏。民众，昨天本来是有来排一次，因为他昨天是随机的，所以就买到黑色。可是我妈妈说要一对比较好，所以今天来买白色。梅芽萌魅力，让人舍不得放手。另外，同样是贺岁档的科幻动作片，还有《艾丽塔战斗天使》，之前电影院里面做投影灯光秀。贺岁档电影大战，比吸金拼人气，就看角色们能不能发挥魅力，拉拢观众买票进戏院。